湾雕的一个品质，其实跟国外比起来的话，其实我们的品质是比国外还要好。我们自己有养殖渔场，那我们每天在抓那个台湾雕的时候，我们都是经过层层的把关，会去试它的有没有臭土味，或者是有没有农药残留，或者没有放药这一些，品质会比较好。可是我们在竞争上就是价格我们会比较高一点，也就是我们比较辛苦的地方。可是当我们的产品到国外的时候，让大家是试吃的时候，他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跟肉质都是比其他国家的比那个台湾雕其实是还要好的。台湾雕在国际行销的第一个那个货柜，由台南渔业公司呢来处理到新加坡，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行销部分呢，能够分散过去一直比依赖于美国市场的部分哦。那从新加坡里头先做起点，那未来呢，不管是韩国或日本的话，也会陆续推广这些那个加工品的行销。台湾雕的加工厂的部分呢，过去他们都要送到高雄跟嘉义来做加工，尤其台湾雕的那个产地面积在台南是算全国第一，已经占45%了吧哈。也就是如果第一个运送路途的就近的话，还有增加一些我们就近渔业处理的一些人的工作机会，在地食材在地处理是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那也希望说透过它能够让更多的吸引更多的加工厂能进来，还有我们的渔民的一些渔获可以及时性的处理这样子。将军冷链的部分呢，即将在10月之后呢会交付给厂商来运作，那也会成立第一个在台南市的第一条针对台湾雕的一个加工线。那也期待说未来在去化这些台湾雕的一些生鱼的部分呢，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加工处理，然后延长那个销售期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么我们积极开拓外销的通路，这次在新加坡食品展里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我们的台湾雕这次获得新加坡采购商的肯定。因此呢，在4月份的食品展结束之后，现在7月份马上就有第一柜的台湾雕销售到新加坡，有蒲烧雕，也有炸鱼块。那么也有整只的这个鱼的条冻，那也有可以用在火锅的鱼排，品项相当多，可以进去新加坡市场，这是非常好的。过去台湾雕销售的这个外销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相关的检验都能够合格。这是我们前进新加坡，相信一定能够新加坡市场的开拓，渔民还有我们的农业局都相当有信心，未来还持续会把我们台南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包括台湾雕或者是虱目鱼或相关的农特产品，渔产、水产品，能够销售到国外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9月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丹纳斯风台对台南沿海地区造成真大灾害。这段期间，市府甲各界拢尽力协助灾民修复家园。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西港区慰问73岁独居长辈郑阿公，看到阿公的厝顶修理好势，恢复正常的生活，真欢喜。市长嘛感谢各界投入，帮助弱势族群重新找回温暖的厝。大奖这写着大大的家，搁搭上红春联，总算会当欢喜搁入厝。今仔感觉非常的欢喜，一切代志都拢圆满啦，拢尽管来处理好啊。就今仔日就市长，我长官拢来，安尼我感觉我好个啦，非常的欢喜满足。甲咱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以及多位议员拢到场见证。7月初的丹那市风台，未少弱势家庭嘛受灾，亲像是郑阿公因为房间厝顶严重受损，这当伫细间的便所过暝，区公所积极走找厂商修缮，社会局结合社工、志工团队协助摒扫搬运，搁依照长辈需求，每盒洗衫机、电风、眠床等物资，互修缮了后的厝更加完善。看一卡配箱就会使啊吼，所以大家都真欢喜。
那也期待持续的关心我们许多弱势的朋友。风灾过去了，但还有一些家园重建的工程还在持续的在做。我们也希望借着社会大众无穷无尽的关心，能够让我们弱势的民众感受到内心的温暖。针对落雪加好，社会局伫灾后着马上成立灾区关怀，持续陪伴协助。另外，罗岗桥会做工行善团，修身的脚步嘛无停过，帮助各地受灾户重建家园。截至到目前有26户已经完工，让灾民量早倒去到温暖的厝。台南新闻说法，采访报道。有一寡高龄的长辈因为经济因素无法度固定营养，所以大安医药特别联合2大营养食品的品牌，为今年8月份开始发起集爱团膳营养购厝公益募集活动，一个月来总共募集超过53万的营养品。高和伫东区区公所举行捐赠仪式。透过东区中校里长吴清安的媒合，结合社区大安药局，发起集爱团膳营养购厝的公益募集的活动。对8月份发起到现在，总共募集了超过53万的营养品，而且联合贵格甲着益儿产2大营养食品的品牌，9号上午伫东区公所来举行捐赠仪式。感谢我们的台安药局的一个平台，那募集了益儿善以及我们的贵格公司那另外也跟我们的新楼医院跟我们的私立医院以及我们的台糖长荣酒店的一个合作。那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的一个里长共同的募集。那最主要还是要感谢我们一些爱心天使所谓的爱心天使就是我们的一些小额捐款者他们到台安药局去购买相关的营养产品所以这一次透过这样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募集了超过了新台币53万元以上的一个金额那营养品总共聚集了大概22项的营养品，那后续会加惠我们大概299户的一个弱势族群。现场出席的包括立委王定宇、陈廷辉、甲着议员李宗霖，以及座位的里长甲着议员代表张明温馨。咱里内有人需要帮忙，恁会先知影；有人艰苦，伊袂出声，恁会先知影。所以里长定义是社会公益、政府开力的目睭甲骹手，恁会当出力做，嘛会当发现。了后呢，透过这物资活动集中起来，把资源送到需要的人所以感谢各位上基层的里长，到咱公所，到咱社会开力贵格啦跟益儿善多谢恁付出。希望我们能够让我们整个关怀的社会网能够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宽阔，用公私协力的方式，然后让我们社会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处处的温暖。其中发起人大安药局的经理郭宏业表示，这件募集活动会用讲得到社会各界热情的支持，真侪小额的捐款，对90块到几万块拢有。其中中校里长也佮捐出家己2/3的事务费。会中大堂中央酒店也佮甲东区公所来签订紧急收容的安置协议书，所有营养物资将分送东区299户的弱势家庭。另外，特殊的医疗营养品，则由市立病院佮新楼病院协助来发送，预计超过1300外弱势人士会用来受惠。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响应全国交通安全月，特别举办小小警察亲子体验闯关活动，透过游戏活动，让囡仔化身小小警察，学习交通的知识甲自我保护的观念。现场阁有警察大头娃娃甲饭店的吉祥物来到闹热。小朋友亲上警察制服，化身小小警察。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安排闯关活动，让大小朋友体验警察装备，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及毒品防查观念。很好玩，哪一个最好玩？骑车车，警察他们要带着警棍。
可以打击犯罪。9月份是全国交通安全月，主题是人本交通、天让文化。场地选伫咧饭店的洋树下骹，设计交通标志模拟道路场景。小警察爱开车也是骑奥多摆，互交通甲自我防护观念，亲像树根一般深入心中。环境警发生故事阿姨透过绘本、问答甲游戏，互小朋友轻松学习。大数据的统计就是从9月起一直到年底，我们交通事故的比例会上升。那所以也透过这样订定交通安全月，加强做交通安全的宣导的方式。那希望提醒国人对于交通安全能够更加的重视，来降低相关的交通事故。从小朋友的一个身上来推广整个一个在行走的时候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注意事项，我想这个是大家责无旁贷的。警察局第9分局强调，透过这类亲子体验活动，无奈会当予囡仔自细汉建立交通甲安全观念，嘛会当纠正警察甲民众的距离，未来将持续推动多元合作，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台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每当的新生入学，拢会举办迎新甲新生训练的课程，其中 CPR 甲 AED 的急救操作，这是真重要的一部分。学校表示，透过这项新生的训练，嘛展现出培育医护健康人才教学特色。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每年的新生入学训练，拢会依循传统。安排救人性命 CPR 加 AED 的急救操作。有没有5到6公分？今年我们的新生总共有1800位学生进来。那为什么会安排这个活动？我想大家都知道，政府都在推全民 CPR 很多年了。那我们医事学院又是助人的行业，那我们期望每位学生将这个技能学会之后，通常我们是备而不用。那如果真的有一天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助人。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正式科系，甲艺术健康专业人才培育相关，因此新生训练的第一关，就是要学会向救人自救的 CPR 加 AED 的技能。学校期待每一位欢喜的新生人，伫学习开始便接受到正确急救技术，嘛会当体会到救人的意义。当我们在路上发现有些人可能他们需要急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当下只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提供标准的 CPR 的时候，就会把一个人给救活。我想我们为什么要提供让所有的学生能够参与这样子一个急救训练的一个课程，让他们备而不用，如果真的有一天用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助人的一个表证。华医今年总共有1800位新生入学，开学第一天，学生为救人的技能学起，展开因伫艺术相关的学习之路。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肺癌伫台湾甲全球拢是癌症死亡原因的第1名。省大病院胸腔外科医师表示，肺癌死亡率主要是甲诊断第几期有关系，因为台湾大约有一半的个案确诊的时阵，拢已经是第4期，5档的存活率只有1成。省大病院胸腔外科医师吴成宇表示，肺癌伫台湾或者是全球，拢是癌症死因排名第1。毋过，伫影像的检查进步，甲伫筛检的计划推动，哪来哪侪个案伫 X 光检查无异常，经过电脑断层检查，却发现肺部有肿瘤，因此伫判断病灶是毋是恶性，甲伫肿瘤的大小、外观、甲伫质地，拢是重要的依据。X 光有它的极限在。如果这个肿瘤很大颗，那 X 光大概都可以抓得到。但是如果肿瘤相对比较小，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淡，我们说比较早期的肺癌，或者是它的位置在比较尴尬的位置，可能被骨头挡到，
好，那如果是这种状况 ，X 光就不一定可以抓得到。好，那反而就是需要靠断层才可以比较精确的看到这些病灶的一些大小跟位置。好，那但是一般的电脑断层其实辐射剂量也相对比较高，好，那一般民众可能会比较担心。好，那所以我们国健局就有提供这个计划，就是低剂量电脑断层拿来做筛检的一个计划。那它的辐射剂量没有像一般电脑断层剂量那么高。好，那它在做筛检，再去看肿瘤的大小位置，对于我们胸腔外科医师来判断这个肿瘤的它的恶性程度，其实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便利性。医师表示，虽然目前国民健康署针对高风险的族群，包括有肺癌家族史以及重度食粉者，提供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的筛检。不过，医师嘛提醒，就算无相关风险因子的民众，嘛建议在45到50岁之间做一届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的检查。如果正常，后续2-3天追踪就会用的。提升防治，才能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来治疗。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甲知名甜点品牌合作做公益，邀请3位华山照顾的长辈到甜点店担任一日店长，希望唤起社会大众对弱势长辈的关怀。文青装潢的店内，正忙着清洁工作与接待的店员，却是3位银发长辈。其中原因，原来是因为华山基金会每次到宅关怀访视的时候，都能深切感受到长辈们在生活中的辛酸与孤单，因此特别为长辈日常增添甜蜜滋味的工作安排。来消费的民众看到今天服务的是3位资深店长时，都感到特别新奇。买巧克力的，巧克力是哪个？这个。好，那这个多少钱？刚进来的时候觉得很生气，就是有一个长辈在那边卖蛋糕，然后长辈的都非常的亲切，然后介绍的非常清楚，觉得很棒。那其实公学他们做这个举动，你觉得蛮暖心的啦。对啊，就是我看到他们刚刚有介绍，就是阿嬷刚刚有帮我介绍说满1200就可以送一个台南当品的蛋，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华山基金会携手知名甜点起司公爵，9日上午在永康东桥门市举办银发甜点店长公益活动，透过行动展现银发活力。起司公爵他从8月的时候就有一款特定的联名蛋糕，然后提拨其中的3%来跟我们华山做一个公益捐赠的部分。然后呢，所以这一次我们有做一个这样一个一日店长的活动，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起司公爵来当我们的友善店家，然后带着我们的长辈出来做一日店长。其实对于市区的长辈来说，他们是很少会有这样子可以踏出家门的机会。那更何况，其实他们平常自己在家中是不太能够跟人群有所接触的，所以就这次邀请他们来这边做一日店长，然后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社会大众更多的人去看见我们，就是长辈他们的辛苦。知名甜点起司公爵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同时也能够唤起社会关注独老议题。我们跟华山基金会合作，希望可以让社会上关注更多陪伴独居老人这个重要性。那因此，我们在9月9号的时间，我们将东桥健康门市提供给我们华山基金会的长辈们一起来参与，来走出我们家门，一起来动一动，来接触销售或者是服务客人，让我们提升老人家重新接触社会自信心跟行动力的部分。那我们这一阵子只要满1200元，我们就会赠送台南蛋品的一盒这个非常健康的鸡蛋，希望让社会共襄盛举。守护长辈，把爱送到家。华山基金会秉持在地老化、社区互助等理念，提供失医、失能、失智长辈多项免费关怀服务。目前进行中的2025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募集中秋关怀礼，也期待更多有爱心的民众一起加入关怀弱势长辈的行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桃园有一间饭店的业者突破传统烘鸭3者，创新推出烘鸭5者，融合在地食材甲异国的风味，研发出真侪种创意的食法。即马就对着镜头，咱做伙来去看卖。主厨刀起刀落，将烤得金黄酥脆的鸭皮跟鲜嫩鸭肉片下，油亮诱人，香气四溢，让人食指大动。
桃园一间饭店业者打破传统的烤鸭3吃的框架，推出创新的烤鸭5吃，结合桃园在地食材跟异国料理元素，从经典的片皮鸭卷饼、鸭肉米粉，到创意十足的苹果麻薯鸭卷、泰式打抛鸭松、川味干锅鸭骨、花雕酥鸭骨以及金汤鸭肉泡饭，每一道都展现主厨的巧思。最主要是鸭种哦，是所选择樱桃鸭是鸭种，我们台湾现在是引进英国一个樱桃公司的樱桃鸭来做我们现在目前烤鸭的首选哈。再来就是说，我们目前所有的台湾在养殖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啊，这是养得很肥，沿用在地的美食，还有是首要的是我们把桃园的特色就是说，新屋乡的玉虾米，把它融入在我们客家美食的麻糬。这个再来就是苹果方面，我们是用复兴乡山区的一些盛产的本土的一些苹果融入在这边，那形成一个是我们在地一个特色，而且也是我们目前用水果入菜，把烤鸭的菜做的最佳状况的，来的这战力不绝。其中金汤鸭肉泡饭融合了南瓜的香甜、东港樱花虾的鲜美跟微辣口感，层次丰富。虽然是南部口味的传统料理，但绝佳美味，老少咸宜。其实我们的概念是南部这本土南部有一个本土一个泡饭比较很重视的本土一个乡下口味的古早味的泡饭，我们把这个概念融入在这只烤鸭。所以用鸭肉去呈现，但是汤是经过熬，然后再经过那些程序，像传扬式的酸汤里的吃法烹调技法，把它融入我们这次的酸汤的这种泡饭这鸭肉的部分来融入做一个创意。口感的话，吃起来它是有带一点酸辣的味道，但是又不是它本身因为有鸭骨的去熬汤的汤汁，所呈现的汤汁是味美。泰式打抛鸭松以多道工序制作，搭配脆口罗美生菜，清爽而不腻。川味干锅鸭骨跟花雕酥鸭骨，则是主厨远赴对岸取经后改良。掀开砂锅的瞬间，锅气跟酒香扑鼻而来，让人迫不及待想品尝。我们目前打抛是沿用是打抛泰式的比较炒法，还有一些技法还有它的调味也是都是进口这些。那新香料的部分，我们这是用罗曼生菜，去舀一点罗曼生菜，它的一些生菜丁呢都融入在这边啊，那吃法都一口就是浅清脆，而加上蔬菜的清脆甜让我们融入我们的一些这个鸭肉，还有一些配料的话，都有清脆爽口的感觉。还有一个是浙江的，类似浙江的，我们用它去做椒盐骨这用花雕，因为本身酒的话，在酒的方面，花雕、绍兴是江浙菜比较具体有一个呈现的一个有一个美酒。那我们这次也把它融入在这一次的改良菜系里面。饭店业者推出烤鸭5吃，虽然名为5吃，实际上提供的料理不止5道，特别选用肥美鲜嫩的樱桃鸭制作，无论传统或创新口味，都是饕客必试的美味。创新多变的烤鸭料理不只满足味蕾，也为桃园餐饮市场带来新气象。想大啖樱桃鸭烤鸭的民众，不妨趁机来尝鲜。9一屯报道。家人中元节最高调的放水顶游行，各式的顶头表演甲火车，吸引真侪市民甲游客到场观赏。而且日本甲韩国的姊妹市代表团嘛特别前来参访，为家人注入满满的祝福甲文化力量。国际级火舞团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传承了171年的基隆中元祭最高潮活动放水灯游行，吸引市民和外地游客夹道观赏，感受热闹的中元祭典。比赛很帅，这是了不起耶！很及时的。
当然，先这样的时刻，给你们热情的掌声，加油一下！宇都舞蹈排。轮值主普的吴姓宗亲会今年安排了各式阵头表演与主题花车，现场掌声连连，宗亲们踊跃参与，充分展现团结气势。另外，各姓氏宗亲会也精心规划了各类表演与主题花车，以拼阵头代替打破头，展现输人不输阵的强烈企图心。今年也吸引韩国上州市、日本八代市及吴市等姐妹市代表团特地来访。基隆市长谢国良、副市长邱佩玲、跟议长童子伟、副议长杨秀玉、立委王正旭及多位的基隆市议员等各界贵宾，都共同来参加这个基隆最在地的文化庆典活动。欢迎我们的理事长，也是我们的市长谢国良。这是我们第171年的基隆中元祭。那我们的文管局今年也非常的用心，也跟很多品牌大家共同的来合作，然后来创造我们更多的亮点。那另外我们也将这个市区我们的中青会也打造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高兴。我们一年又一年会朝吸引更多的观光游客来作为我们推动中元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那也希望更多的海内外游客，大家都共同的一同来我们的基隆中元祭，跟我们来共欢。基本上呢，这个早期我们在基隆呢有一些战乱哦，所以呢普渡的精神呢是相当的慈悲为怀。不管呢你是不是台湾人或者是外国人，我们通通都给予照顾。没错。这不仅展现出我们基隆人的文化活力，也展现我们城市的充满了节庆的一个氛围。中元祭在基隆既有庄严肃穆的一面，也有热闹欢腾的一面，这正是能够代表代代传承、越加兴盛的一个原因。要来经过我们再挥手了，谢谢我们议员，我们所有的议员团队，谢谢。在宗亲会与机关团体各界的热情参与下，让外界看见了基隆中元祭的精彩，也透过各年龄层的积极参与，让这项传统文化能持续的传承下去。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
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